这样，有关于这个私设3家公司的事情，查到最新的事情就是说，原来在7、8月份的时候，在董事会不知情的状况下，以4个召集小组召集人而这4个召集小组召集人呢，分别就是这个李文玉、陈文辉、李美丽、郭长立仲，他们是马街董事会的小组召集人，他们私下同意，然后授权给刘伯温，还有授权他们去成立3家公司，这是刘伯寿他们这些人成立3家公司。那我们觉得这4人小组简直，而且我们事后去查，他们在7、8、9、3个月的会议记录完全没有这一段，所以这等于就是太上了，对，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违法的行为，然后他们就这样子授权给他们做成立。是这样子的，大家都知道马偕医院它有100年的历史。那马偕医院本身来讲的话呢，它按照卫福部106年的记录，它营业额将近200亿，然后它的获利率净利呢将近6亿。然后这样的一个医院的商标跟专利，他们居然以48万的价格就移转给3家公司，不管他们说的再好听，但这个就是在变卖。也就是说，3家公司呢，私设3家公司，就是以20万、8万的价格，就把马偕的 logo 给交出去。那我们任何一家民间公司或股票上市公司的话，如果有人敢做这种事，这个早就已经被商号早就关了。可是，在马偕医院居然没有事，在长老教会也对这种事情，总会也对这种事情好像当做无所谓的样子，所以这个让我们非常的生气，因为这是标准的违法乱纪。对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贱卖马偕的商标？等于说3家公司加起来总共48万，就这样贱卖掉。那所以我们百合就讲了一句话：如果这样子不叫强盗，什么才叫强盗？